来继续来看这个立法院的新会期早起来开议，行政院长苏贞昌到立法院施政报告，这嘛是伊让10多年来中回立法院的备询台。伊讲即摆也毋是讨论华航高层人事的时阵，若针对啉酒开车甲虐待儿童，一定会修法，当来听法。这两条嘛，互立法院民进党团列入本会期优先的法案。国民党立委法口号叶飘宇包围要去立法院做施政报告的行政院长苏贞昌，调立委险险引起冲突。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甲国民党立委林维洲握手和好立法院新会期开议的头一天，苏贞昌顺利上台报告，强调简政便民的施政理念。实事求是，能够接地气、平民怨。人生的剧本早已写好，只是不能偷看，但要全力以赴。经过10多年中反国会备询台，苏贞昌特别做导影片来配合，表现出上任了后施政的成绩单，针对华航高层人事敢会改做。和平落幕后，很多事情要处理，还不是谈人事的时候。针对社会关心的苦毒囡仔甲啉酒赛车的代志，伊随回应。大家注意的俄内酒驾事件，政府一定竭尽所能修法跟严查，再怎么演的滑，再怎么绵密的网，都不及第一时间最亲近的人一句话一个动作。酒驾杀人，构成严重。另外，毛民众爱政府严罚啉酒赛车行为，立法院民进党团的优先法案嘛，包括修刑法，加重苦毒囡仔甲啉酒赛车的行政纳入罢岗预告期，有机会处理退役将领甲政务官到中国管制15年，甲延长国家机密人员禁令为3档延长到6档。所以，国家立法院充分的合作，希望讲施政迎合民众赶紧有感觉。